再來看屏東市一間托嬰中心傳出講有3個月大阿嬰仔困倒的時，煞骹手反烏、無心跳，送病院搶救3天，嘛是救無回來。這個查甫阿嬰仔初3才送去托嬰中心，初5就發生意外，敢是互咪照皮翕死，是照顧的疏失。儘管政府跟警方各會調查。所以你們知道那個小孩子的事情？不太方便，不太方便。謝謝。工作人員講無方便，嘛無願意接受採訪，後來就甲鐵門綁落來。屏東市這間托嬰中心傳出初5有囡仔發生重大意外，托嬰中心第一時間趕緊甲囡仔送病院，嘛有通報主管單位。屏東縣政府社會處證實，這名查甫翁嬰仔伫初8就不幸死亡。乳暈都正常。就正常，他們就是生意很好，因為他們是有嬰兒的，對啊，但是滿月之後就不會有。在8月5號的下午4點左右，有私立托嬰中心主動向我們做通報。那我們一接到通報之後，就啟動重大的一個兒保事件的一個調查，確認這應該是一個重大的一個照顧疏忽的一個案件。根據縣府調查內容，這名翁嬰仔初3家長才送到托嬰中心，無想到初5下晡困倒了。工作人員發現翁嬰仔四肢反烏，心臟嘛無咧跳，趕緊打電話送病院。經過3天急救無效，初8查甫翁嬰仔死亡。初步調查懷疑是互棉被翕死，當時照顧人員是毋是有過失？警方和檢方閣咧進一步釐清，並由專案人員報請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，全力釐清事實真相中。本案因涉及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。這間私營的托嬰中心佇2005年立案，規定會當收89個嬰仔，因過無違規記錄。縣長周春米已經慰問家屬，嘛強調縣府後續會等調查結果出來，若托嬰中心有過失的部分，一定會依法追究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